親愛嘅天父啊，你係蘇丹嘅避難所同埋力量，係蘇丹喺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天父啊，求你止息刀兵，平息內戰，直到地極。你折弓斷槍，將戰車焚燒喺火中。求你使武裝部隊同埋快速支援部隊能夠和解，停止對抗，達到共識，讓國內流離失所嘅人民同埋逃離蘇丹嘅難民得到棲身之所，重建家園。亦都求你賜佢哋足夠嘅糧食，可以種田地，得享所出嘅土產。慈悲嘅天父啊，佢哋受到霍亂、登革熱等病症嘅煎熬，求你施下憐憫，醫治佢哋一切嘅病患。佢哋因為戰禍而嚴重受傷，又可能失去咗親人，又或者見過一啲好恐怖嘅畫面，又或者受到欺凌、侮辱，心靈同埋記憶中都留下唔可以磨滅嘅傷痛。求你安慰痛苦嘅心靈，醫好傷心嘅人，裹好佢哋嘅傷處。天父啊，如果佢哋心中係充滿咗仇恨、憤怒嘅，求你幫助佢哋彼此饒恕，以從神而嚟嘅愛去化解彼此之間嘅冤仇。天父啊，求你賜予基督教會同埋國際人道援助機構智慧同埋力量，使到佢哋能夠有效嘅作出適切嘅行動。求你幫助教會勇敢地向佢哋傳福音，求聖靈打開信道嘅門，讓佢哋相信耶穌基督係救主，佢哋可以同神和好，喺痛苦絕望中揾到盼望。神啊，你必在蘇丹中被尊崇，喺遍地上也被尊重。萬軍嘅耶和華與他們同在，雅各嘅神是他們的避難所。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們。